一個簽人數17、27咁樣講到，人嘅心中係七心，意思要查嘅心，正嘅心，要得到快樂，甲要得到福氣。但係呢，因為嘅心中都正，然後佢接係講人嘅色馬係判嚟判去，表示佢講話被偏差，熱片被跌落傷害。嗱，所以兄弟姐妹們，這個世間嘅黑道，要忠切嘅心，也係要真嘅話講出去，切間唔係跌落傷害，也會得到要快樂。然後一個詩篇記16至11節咁樣講切家啲，上帝講一話，我講呢啲要生嘅路途在前面，嗱，所以這個要切心，個實物唔係噴嚟噴去，上帝要看顧自家，係看自家騰嘅路嚟行，面前嘅路叫咩個生嘅路途，然後佢就喺世界嘅面前嗰啲，佢準備上判斷出嘅喜樂本切家，然後出一個真少呢啲，切間能夠享思想享受嘅恩典，嗱係要切心。係要實物唔係噴嚟噴去，要謙卑嘅心嚟聽上帝嘅路，佢祝福自家快樂、歡喜、平安、判能出。嗱，世間呢一度，人最需要係要平安、要喜樂、要快樂，你又會得上帝呢得，即刻得到嘅滿足嘅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